这别怪我不客气。什么人夜闯宁寿府？让开！是。程安伯带兵深夜来访，有何贵干？圣上有旨，近日宁寿府受难民骚扰，又遭窃贼盗物，特令在下带兵前来护卫宁寿府。既如此，那便辛苦程安伯驻守在宁寿府四周吧。常嬷嬷，圣上吩咐，在下必须入府清查，确保无人偷藏在府内，以护大长公主周全。宁寿府里都是公主殿下多年的奴仆，并无可疑之人。伯爷这么大的阵仗，若是扰了公主殿下，只怕跟皇上不好交代。公主殿下乃千金之躯，不容有失。还请常嬷嬷退一步，让在下入府搜查，也好让圣上安心。荒谬！皇上怎可能下这种旨意？今日，除非皇上亲临，否则这门你们谁也别想进。此举正是圣上之意，常嬷嬷执意如此，那就莫怪在下失礼了。你，程安伯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若再敢上前一步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此乃圣上旨意，还请郡主让路。我不让。花花，还不快退下！常嬷嬷，把郡主带去偏殿休息，没我的命令不得出来。是。郡主，走吧。走了。既然是皇上的旨意，容伯爷，那就请吧。多谢殿下成全。搜！不对呀，皇上明明知道程安伯与我班家交好，为何要让他带兵前来搜查？这皇上图的到底是什么呀？为何程安伯不顾情面，非得进来搜查不可？